欢迎乡亲做伙来，搁关心在地新闻。去年6月，台南市永康警方伫围捕一个毒品通缉犯的时，一个警察车呢倒来时弄到对向的直行这个乌多摆，造成25岁骑乌多摆这个人变成植物人。因老母是有够伤心，伊讲伊本是一个单亲妈妈，真无简单，将这个后生甲车养大汉，这个后生人生才拄要开始尔，煞变成植物人，所以决定要告警方。最后呢，地检署却是做出不起诉的处分，原因是当时警方有单警力，这个老母真正无得接受，而且面对每个月7万几块医疗看护费用，伊嘛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去年6月，台南永康出现真侪警察伫咧街仔路掠一个卖毒的，下个派出所的警察嘛来支援。警察车一直骑喇叭，驶要去中华和中山南路口的时，直接弄到一个行车阳顶一个骑乌多摆的人。25岁少年仔倒伫咧涂骹，救护车给送病院，想不到今麦已经变植物人。悠悠妈咪叫你耶，起来一下嘛。看到后生变植物人，妈妈口角闹更甜，讲家己是单亲妈妈，家己一个人车养囡仔大汉，后生人生才打要开始，即马煞干来当倒伫咧病床。阿妈无法度。妈妈进前告警察，想不到台南地检署上新的判决，认为是骑机车的人无听到警铃声，所以判警察无罪。警察抓坏人真的很危险，也很辛苦啦。可是我们被撞成这样子，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，我们也遵守交通规则啊，为什么？妈妈被考无目屎，因为对伊来讲，一个月爱护后生就要7万外医疗照护费，伊真正挡袂住啊，决定申请国赔。都予以尊重，并持续会对家属来做关怀。警察讲，即摆主动陪伴因，和甲家属斗相共。不过用一张车号，煞互25岁少年仔人生轨变调，互恁妈妈感觉真怨叹，佮唔甘。